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有些战斗早晚要面对的，有些秘密早晚会公开的，有些原则是我必须要坚持的。你不要含血喷人啊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小算盘。你说话能礼貌一点吗？我能有什么小算盘？在这5个人之中，你是最自私、脾气最糟糕的一个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闹了。我们是来参加游戏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。每个人都想找我联盟，每个人都想利用我。对，我知道我是个懵逼，我天天被人欺负，被人嘲笑我妈在夜总会做前台的，大家都看不起我，但我还是知道做人的底线。既然这个游戏开始了，我们就要好好玩下去。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太子，我们就要帮他复位登基。这个游戏如果我们不联手的话，就根本玩不下去。小明说的对，这个游戏虽然有很多可疑的地方，但只要我们联手，就能查出漏洞。没错，根据这些漏洞找出我们获胜的方法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书写这个漏洞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单打独斗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平衡彼此的血量，这样行动起来就不会有太多的顾虑。对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一定能完成任务。我没意见，我随大流。既然大家都统一意见，那我们就平衡一下血量吧。来，同生死，共命运。不如我们拜师学艺吧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们想想啊，虽然说每次我们启动滴血模式之后就有了武功，但你们认真想想，你的风月流星镖，你的漏金夺命扇，你的盘丝追魂腿，还有你的霸王螳螂臂，以及我的赤焰鸳鸯刀，设定都太过简单了。我们连个轻功都不会，怎么能够打得过那些武士啊？所以我觉得我们得找一个江湖高手来教我们几招棒棒身。也是，如果我们学了武功之后，最起码我们可以省一点血，不到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启动滴血模式。但毕竟我们都没有什么基础，这3天2头的，
也不一定学得会啊。谁说我没基础？关键是去哪儿找师傅？对啊，就算我们愿意学，总得有人愿意教啊。哎，三根，你先来教我们一些基本功。你，我。来，准备好，马步站好。来。起来，起来。蹲下去，继续啊！来，你的马步打开。对，蹲下去，蹲下去啊！三根哥，我不行了。你可以的，我再给你加点重量。来，下。哎呀！来，加油！把腿抬起来，对，继续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再跳高点儿，不要停，对，看一下腿，再抬高点儿，来，好，很好，不要停，干嘛？继续。还要高抬腿多久啊？还有1个小时。什么？快！赶紧啊，提起来，再提高点儿。来呀！我抬不动了。干嘛呢？快起来！不玩了。起来！不玩了。快站起来！爸爸。哎，起来！用力！别停！收紧，调整呼吸啊！下颌收紧。对，2个手臂啊抬起来。对，很好。来，用力，不要放松。没让你停，加紧，加紧！兄弟，我又不是女人，我不需要那么大胸啊！夏凌琛喜欢有胸肌的。用力，别停，用力，为了真爱不能放弃。用力，加紧。换一种叫法。来，加油，继续。加紧，用力。对，为了奖金不能放弃。再换种叫法。加油！来，累死摸我手。谁要摸你的手啊？有钱，给我！来呀！钱啊！给我！必须再做3个。来呀！给我！来呀！ 100块！来呀！
根老师，还是算了吧。体能训练，我们是不够时间了。不如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师傅教我们现成的武功，比较靠谱。对。再说了，这里也没有离三根药的器械，我们练不来。我们还是明天出去看看哪里有师傅吧。驾！凌晨上马！来，驾！主方我们进去看看。哎，我们是来拜师学艺的，你进赌坊干什么？更何况我们又没有古代的钱哈。那，你就不懂了，你们懂吧？赌坊呢，在古代是藏龙卧虎的地方，没有一身好功夫，谁敢来赌场？不能打，输了的话，哪能跑得了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一些高人可以做我们的师傅。我跟你说，在里面赌钱的不一定能打，但看门的肯定能打。对了，人家要上班，哪有空教我们武功呢？哎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呀，大的，走啦！哎，走吧。等不到天黑，镖局不会太完美。天黑了，终于找到镖局了，这回靠谱了，镖局里面的人肯定能打。你们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？就算是镖局，但不一定全都是武功高强的人呐。说白了，就是个送快递的，顶多就是那匹马跑得快，不一定真能打。就算那个总镖头能打，但人家也不一定肯教我们呢。镖局就是保护财物和人身安全的地方。没错，我们叫他们保护我们。三根，走，驾！你们在外面等着。怎么了？难道他们不接生意啊？想不到古代人这么现实。等我拿到这1000万，就收购了你的镖局。一开口就要我们300两，又要我们找免费的，又要我们找武功高强的，不如我们去幽兰谷找冷剑帮忙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那个冷冰冰的冷剑呢？我们现在是为了帮他们，他们应该也愿意帮我们吧？对哦，就算他不愿意帮我们，给我们介绍个老师也好啊。但我们就这么回去幽兰谷，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懦弱啊？哎，这个时候想这种事情就不对了啊！出来混，一定要胆大心细脸皮厚。还是弟弟你有想法，不像有些人呐，就是随便哈啦啦。我刚才是测试你们，看看你们意志坚定不坚定。你看，又有人在哈啦了。小鸟在前面带路，风儿又吹向我们。好，走。我滚！太子，几位侠士为何如此匆忙？难道所托之事已经办妥了？哎呦，你是说刘龙喜呀？你怎么这么心急呀？其实我是想你了。太子呢？啊，冷大哥，其实我们找太子是有件事找他帮忙。各位请讲。冷剑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们5人来自异域，在武功招数的基础上和许多中土人士有所不同。之前在二王爷府上和那群东瀛武士有过一役，在武功上尚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，而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所以想请太子能否找一个武功高强的老师教教我们。但是我们身无分文。小明，
你太棒了！凌晨姐都没有听说过你说这么长的一段话，还是古文呢。龙之子早料到几位侠士所需，已经准备了3位武林高手，供几位选择。哇，这人好像关公哎，这么茂盛的毛发，应该很强吧？这胡子，不能把人打死，也能把人吓死啊！看他那样子那么彪悍，搞不好没什么耐心呢。这类型我喜欢。虽然这老师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但我估计他是力量型的，而我们5个又是毫无基础的菜鸟，我觉得不一定适合。那下一张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绝对适合我们。天哪，她的五官好美哦，一看就是纯天然的。他能教我们？我们没钱的，别那么多要求了。哎，我也觉得挺好的，不错啊。我觉得这个也不行。这个为什么又不行？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啊。这样才有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队有80%都是男性，而我们的磨合时间这么长，你们看见他难免会分散注意力。我不是说他教的不好，我只是怕我们不够时间了。是的，这也是我所担心的。好吧，那下一位吧。这个看起来走路带风，应该很厉害。这个好像没有第一个那么能打哎。能不能打，我们也不能通过一张照片来判断吧？这个我可看不出来什么。那就找这个吧。为什么？既然我们判断不了，那就用排除法。前面2位都不是很适合，那我们就找这一位喽。这一位是桃花阁的清香阁主，就住在幽兰谷以东10里以外。你们可以找他帮忙。太子殿下曾有恩于他，他必定鼎力相助。10里，听起来好远哦。远都不远，只不过这个清香阁主名字听起来那么娘，他能打？你叫3根，又不是只有3根骨头。看你也是一身的肌肉，你管人家叫什么？反正是太子殿下推荐给我们的，一定不会差。就他吧。只是，清香阁主性格孤僻，常人难以入他法眼。那就对了，我们5个就不是什么常人嘛，也不是凡夫俗子，我们5个就是奇葩。哇，都说好厉害呀！看人不要只看名字，你看太子推荐给我们的人能差吗？如果把他抓回现在拍戏，做替身都赚翻了。凌晨，我一定也能学得像他那样。这个师傅好。这个老师看起来的确很能打，但是我们只有2-3个小时的时间学习，不知道能学到多少。走。叩见师傅。师傅。且慢，我还没答应收你们为徒。虽然太子有恩于我，但我早已隐居江湖多年，早已不收徒弟，几位还是请回吧。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
想要的答案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